Hello，大家好。作為護老者，我哋每日都忙於照顧，容易覺得疲倦。Self Care 就係俾自己嘅小禮物。今日教大家一款養生茶，健脾祛濕，簡單又養生。跟住我一齊開始放鬆下時刻啦。材料咧就好簡單嘅，咁白鑊咧炒過嘅薏米係10克，赤小豆咧又係10克，果皮1公升嘅水。首先白鑊乾炒薏米，炒至微微金黃色，慢慢嚟，深呼吸。聞到有啲香味就可以裝起備用。之後所有材料放落湯煲，等水滾。細火煲20分鐘，睇住佢慢慢滾，氣泡一個個浮起，好療癒啊！時間過得好快，湯色變得濃郁，呢一個等待就係 Self Care 嘅精髓，停低放鬆，滋養自己。啲味道咧甘甘地，如果你覺得頭重重又容易水腫咧，咁飲呢個茶咧就好啱㗎啦。作為護老者，我每個星期都會煲養生茶俾自己飲。有時心情麻麻，潤一潤自己，平衡身心。面對照顧壓力，Self Care 唔係奢侈，而係必須一齊試下啦，你會愛上呢種生活幸福感。睇完記住讚好，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分享俾身邊需要嘅同路人。留言又話俾我知你哋嘅 Self Care 時刻啊！